南投仁爱乡即届变大雨，农作物嘛损失惨重。温室的细粒卡马豆和土石来冲掉，若大粒卡马豆、牛番茄、热果真严重，损失有8成。这死掉呀！行入温室有一半的农园和土石啊砍去，这柑仔蜜烂规片。另外一边搁较旱，因为向变大雨，农作物拢落伫土骹。这是南丰村所种的农作物，连地园嘛和土石啊冲歹了了。山坡地所种的地树，南是和土石啊砍去，就是规丛连根扣起来，袂输是荒地共款。这边种柑仔蜜的温室嘛拢浸水，农友赶紧驶火车来抢收遐个无歹去的柑仔蜜。放上机台一粒一粒来检查，这个柑仔蜜比了上严重，损失有7、8成。这上好嘛无效啊，搁后壁无当收啊，共款等于零啊。几百台载高丽菜火车驶过拢积水的路。因已经调查工啊，着急要落山交货，是讲火车顶的高丽菜和大雨淋过，唔知损失偌济啊。这农友规年的心血，因为一场的大雨化为乌有，唔那真艰苦，都要想办法重新再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